你哋係咪寧願去商場買貴價嘅翡翠，都唔願意過嚟呢度睇下源頭成本價嘅靚貨啊？就好似呢首莫奈花園手壓被，顏色靚到真係冇得彈，深深淺淺嘅藍紫色交融喺一齊，真係好似莫奈花園、莫奈畫入面嘅花園咁夢幻。我做咗30幾年嘅翡翠手鐲，從買料到加工一條龍，都係我自己親手做噶，品質同價錢方便。你哋唔使擔心，我而家就攞一條去加工，等你哋睇下起貨效果先。偶遇心中的他，兩個決定不正要換跟他歸家，深宵的冷風不准追去他。加工之後，呢隻莫奈花園手鐲冰膠水潤，浪漫嘅色彩就好似一幅流動嘅油畫咁，戴喺手腕上，胭脂同霧藍暈染開，就算係自然光下，都透住藝術嘅美感。平靚正唔係靠講噶，想體驗翡翠源頭批發魅力嘅姊妹，留個圈口俾漣漪就得啦。